有产期，但是呢，昨做日仔进前的时阵，一两天，伊就开始规身躯无好势，有一寡状况。尾少的时阵，昨英开始无规律的这个子宫的收缩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就敲电话，就留信息过来。所以，阮昨暗为着这个代志祈祷，感谢主，到伫今仔日早起凌晨1:06的款，感谢主平安红婴出世。所以，虽然有一寡代志是伫真无感觉无啥偌稳定的情景，但是也比有产期搁较早了1、2礼拜，甚至2、3礼拜，总是感谢上帝的疼痛。尾来的时阵，我就伫迄个所在，上帝互我发一句即个金句互伊：耶和华要照顾伊的百姓，耶和华要赐力量互伊的百姓。也感谢主，一切经过拢平安。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感谢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：世间虽然有苦难，主保护咱一定有平安。世间虽然有苦难，主保守咱一定有平安。咱同齐开声来感谢，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至圣的主上帝，你的疼甲阮同在，保守引带阮，伫你家己极大的荣耀甲祝福内面，赐阮引带阮，互阮甲主你相同行。主你是上帝，阳光的主，你引带，你保守，你赐福，互阮伫主你的内面，甲你同心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应允人的祈祷，照主你的应允所讲是，无论阮伫任何环境内底。耶和华上帝，你引带阮，主你伫这当中对阮讲一个代志，主啊，阮若坚定心志倚靠你，你就要保守阮有10分的平安。伫主你的疼痛内底，所有的代志拢会真侪美好，因为阮倚靠你，你就要保守阮。主啊，互阮伫你的圣洁上3.5分，毋是阮的祈祷，是主你的慈爱，毋是阮做啥物话，是上帝你的保守。是你所赏赐的力量，主啊，阮所以要感谢你，将上赞而乐荣光归予你，伫你家己的祝福疼痛看顾内面，要继续引带阮，互阮进入上帝你极大的丰盛。主啊，感谢你看顾你的正义路，主，阮今仔日搁再一届，因着你的疼，阮同齐倒转来伫主你的殿中，主，阮向你祈祷一个祝福。主，就像阮一生一世徛起伫耶和华的圣殿，伫主你的面前来求问，通互主你心意的欢喜，向阮显明，也互阮会通遵行伫主你的道路。照你的应允所讲，阮若遵行，就要因为安尼来活着。上帝，你的阳光也要显明伫每一位超找你的人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所行、你所做一切尽拢美好。感谢主的疼痛，阮今早起进入上帝你的殿中。人讲，阮耶和华的殿中去，阮就欢喜，阮就娱乐。耶和华，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，是因为圣灵的引带甲祝福，阮所以到伫今仔日也个得到保守。主，阮为着这来感谢，阮上赞娱乐归于你，愿你的百姓满得平安。敬拜你的，拢欢呼娱乐，着百姓讲，敬畏耶和华的百姓啊，着欢喜，着娱乐，着感谢，因为伊是你的主，也倚靠耶和华的，较赢过倚靠王子，倚靠耶和华的，一样好处拢无欠缺，倚靠耶和华的，大有能力，大有荣光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来，请明传下来报告，谢谢。兄弟平安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今仔日廖牧师前往庄明圣教会正道，请兄弟为牧者的侍奉得力，往返平安大道。第二。正月19至22，就是礼拜日到礼拜三南部教区牧家旅游，廖牧师夫妇、兴凡传道夫妇、邵维传道夫妇
将前往参加，请为出入行程平安代祷。第三，正月22本礼拜三祈祷会改做线顶进行，请兄弟留意，并鼓励兄弟一同上线，为教会祈祷守望。第四，新春期间正月21至2月7日，教会周间聚会各暂停一届，各小组请自行协调。照常聚会或者是暂停。2月7日礼拜日上午，台语堂礼拜甲国语堂礼拜照常举行。第五，正月29，就是新春的初一，礼拜三上午9点半举行新春感恩礼拜，敬邀兄弟伫新春的一年一同来向主上帝献上感谢，同颂主恩。第六，蒙主恩典，郭俊良、林素玲夫妇新居落成，定伫2月7日大年初四，礼拜六上午10点半举行感恩礼拜，敬邀兄弟参加，同颂主恩，请记招待道登记，以例统计人数。交通请兄弟互相协助搭载共乘。地址是伫高雄市燕巢区新兴路115号之一清水派出所对面。补充报告，以上报告。咱个时间到，敬拜团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上帝，哈利路亚！意思是讲，着俄罗耶和华上帝的名，咱会当安尼讲，安尼出声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护，通来到主的面前。伫遮里讲平安，希望咱得到真实的平安。甲线顶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做伙咱来敬拜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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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归西北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西的门给耶下。来祈祷，
互咱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敬虔伫内面，无论是伫上帝殿，也是咱日常的生活，主啊，求你拢来洁净，咱大声来祈祷，请。啦啦啦啦，沙啦啦，哦，主耶稣赦免我所有的罪。主啊，阮的心思意念，阮无洁净。哦，主啊，阮的心思意念内面，你拢看甲真清楚，清清楚楚。上帝，你的眼目遍查全地，我无一个会当在你面前稳重。阮乃是愿意来到你面前，做着耶稣的，靠着耶稣的保护，也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，能够完全的倾心吐意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保守你的保守，我感谢你，你的保护来实现我每一个人，你的百姓来到你面前所献上的，你的爱纳，因为唯独假的耶稣基督的保护。主耶稣，主耶稣的保护啦，哈利路亚，惊吓无解，无搁个再有。咱是要伫主的面前，靠着主耶稣的保护，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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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归心悲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作为，哈利路亚！咱是显明上帝大能力，咱要来学乐意，赞美耶稣活水江河，赞美耶稣活水江河，越流越广，越流越多，传到一笔，令人归主，胜利充满。在主的面前领受他，就照刚刚那个调。从前的。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活水江河。
标，会当医病赶鬼，传福音的时，显明你的大能，我们得信靠你的大能力，较会当安尼行。我们来信靠耶稣。为的之不信可主，当然有也信可主。虽然我的心心小，只有信可主就好。时时刻刻信可主，日日月月信可主，无论小事大为，信可主就你恩惠。向亮光照我的心，予我做人的欢喜。关对伊就会破落，只有信可主就好。时时刻刻信可主。阿门，阿门。日日月月信可主，无论小事大为，信可主就你恩惠。我都要靠着应许，若无惊遐有个伊，听伊路着上记得，只有信可主就好。时时刻刻信可主，日日月月信可主，无论小事大为，信可主就你恩惠。咱为着咱的担当，有甚物款的负担，拢伫主面前来陈明，请咱来祈祷。哈利路亚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啦啦啦啦，沙巴啦啦啦，雨下。信靠你，每一每时刻，无论啥事在包围。主啊，我因为信靠你，就你恩惠。今我一生信可主，一代回去也信主，努力向前一直行，
基督，互咱的教教稳定，什么一切上帝对咱所做的，咱献上大大的乐甲感谢，拍破来学乐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因着信靠你，我就知影所经过每一个日子，拢要得到平安。对咱经过拢。抓原啊！我的抓原，我的来，我变阮，往阮的来，阮为好变的阮哦，听听心如在那求主耶稣，你要再来，应该更新。
平的君王，阮来到伫你面前，献上阮的敬拜甲乐乐，因为你是主，独独你是主。你应允讲，你是这世界的光。既然跟对你的，就无搁再踮伫黑暗当中。主啊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立定心志要来跟对你，是因为阮相信你引带阮行过黑暗，你引带阮脱离迄个罪恶的捆绑，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得到完全自由透放。阮的心就伫你的内面，献上阮的乐乐，献上阮的敬拜。阮相信，阮心靠你，我靠你，无论伫什么时刻，伫阮人生当中每一个时刻，你拢看顾阮，你拢引带阮，互阮到呾经过尽拢平安。是因为上帝你奇妙的听透，是因为上帝你大能的应允显明伫阮的内面。阮的心就仰望你，就超找你，就搁较济要用阮的心志要来跟对你，荣光上帝你的名。愿将荣光拢归乎你，祈祷奉靠上帝的名，阿门。咱同心来用主教时咱的祈祷，同心来祈祷，请。愿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愿你的国临到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顶亲像伫天顶。阮的历史今仔日赏赐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着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现在请坐。继续，咱要来上读上帝话，启应文第3篇。咱来启应和三甲来。上帝啊，求你保庇我，因为我都靠你，都靠你。论到世上的性命，因拢搁水又搁良善，是我上介迄个个。因所交代的协会，我也无献上；我的嘴唇也无提别神的名字。用说啊，量互我的地界，坐落伫加美的所在。我必称颂迄个指教我的耶和华。我将耶和华常摆伫我的面前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，因为你并无将我的灵魂等伫阴间，必将活命的道路指示我。伫你正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阿门。对，等下咱下面时间交互3位传道。现在平安，感谢上帝恩典，咱搁一摆伫搁过了一年，咱搁会当继续游玩持守伫主日当中，咱伫主日崇拜当中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来讹乐上帝，这是真美好的代志。只是请咱继续，咱要用听道要来敬拜咱的主，请咱来掀开周报的第4面。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，咱会当来掀开咱家己的圣经。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4章13节到21节。马太福音14章13节到21节。
现着，请咱着同心来上读这段的经文，咱同心来读，请。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对遐里家己退到伫野地去。众人听见，就对逐城内面国行军队伊。耶稣出来，看见有真济人，就怜悯因，治好了因的病人。天将要暗的时阵，门徒进前来讲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因通好往村仔来去，家己要食的。耶稣讲，毋免因去，恁互因食吧。门徒讲，阮遮敢若有5块饼、2尾鱼。耶稣讲，摕过来互我。对安尼吩咐众人坐伫草地顶，就摕着这5块饼、2尾鱼，看着天来祝福，过饼摕互门徒，门徒搁摕互众人，因拢食，并且食饱啦，甲剩的零碎收起来，堆满了12个篮仔，食的人除了妇女、囡仔，大约有1000人。咱搁一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赐平安稳定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应允要赐予阮丰盛稳定的主，所以阮伫你的内面，阮就无搁再忧虑，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的稳定到也愿用。主啊，阮看到过去你怎样借着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。引带门徒，引带众人，互众人经历上帝国的丰盛。阮今仔日有缘来到伫遮，阮要来仰望你，要来朝找你。愿你继续借着上帝你的道路、你的旨意显明伫阮当中，阮就知影要怎样来跟对你，要怎样当齐来经历上帝国的丰盛。阮感谢你，愿你赐福下面的时间。因带阮伫听道当中领受上帝你美好的启示，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所要来分享的题目叫做是一顿暗顿的教导，一顿暗顿的教导。我毋知影伫大家画面当中敢有过咧。煮饭的时阵，咧做料理的时阵，有咧想讲，哦，这个料理对我来讲有啥物款的故事呢？对我来讲有啥物款的故事呢？特别有一寡家庭当中，可能有伫家庭当中有因的家团的料理啦，就是对伫家庭当中可能对咱的这个爸爸妈妈，甚至是阿公阿嬷，甚至是阿祖。在伫当中有咧，伫家庭当中，就是特别伫啥物节期的时阵，会准备即个料理。所以呢，就每一年呢，伫咱的厝内面，就会伫可能伫生日，可能伫过年，可能伫啥物款的时阵，咱就会来准备即个料理，大家就做伙来享用。这是一个真好的传承，嘛伫当中看到原来伫即个料理背后有伊的故事伫当中。伫最近呢，伫网络上应该是网络上啦，有一个真出名的戏剧。这其实毋是戏剧啦，这其实是一个综艺节目，叫做《黑白大厨》。有看过野手？拢真少啥人我嘛无看过我就无爱看韩国的戏剧，所以我就无咧看但是呢，伫这当中呢，就这个戏剧呢，其实是一个。综艺节目，嘛毋是综艺实境节目啦，这就是咧叫咧比赛就是咧料理的比赛。这料理的比赛呢，就是遮的有一寡人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师傅，这个厨师，一寡人呢就是这个业余的，就是伊本身毋是咧做遮的厨师，但是伊的兴趣就是咧做菜，所以伊就伫当中，伊就来伫当中做伙来比赛，后来呢，对即个评审呢，就去食因的物件，就评论讲哦，啥物人得到冠军安尼。
这是一个真出名的戏剧，虽然我无看过，但是我看过是甲这差不多共款的，嘛是伫外国的，就是外国吼，其实有一寡真出名的遮个厨师吼，拢会伫当中吼，遮个节目，遮个节目呢，拢是咧组织真侪对即个料理有兴趣的人，啊，伫当中呢，其实即前几年的时阵吼，嘛有一个台湾的查囡仔嘿，这是台语的啦，嘿，台语的这查囡仔吼，伊嘛是伫参加即个美国的比赛，啊，得到冠军，真厉害。伫即个料理的比赛当中呢，我上爱看的就是吼，伫比赛当中即个考试的即个考官吼，即个评审，伊拢会去出一个考题，就是讲爱用你的料理来讲一个故事，就是讲即个料理的背后。对你来讲有啥物款的故事？你会当用这个料理来表现你家己。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题目，互每一个人伊咧做料理的时阵，伊毋是干那讲我要做一顿真好食的料理安尼尔，伊嘛是讲伊做了一个无干那是真好食尔，佮会当表现出我家己是啥物款的人。我要互食的人伫当中感受到，伫我的活命当中经历什么款的故事，经历什么款的过程。今仔日伫咱所分享的经文当中，耶稣嘛，互门徒出了一个考题，即个考试伫当中就讲到，爱用什么款的料理会当互5000个人会当食会饱呢？爱用什么款的料理会当互5000个人会当食会饱呢？这毋是干那，其实毋是干那5000个哦。马太福音的经文当中，甲咱讲是除了妇女甲囡仔，大约有5000个，所以代表讲，若是得乘以2，就是会当有10000个人。咱会当伫当中来思考，要用什么款的料理，会当来互遮尔济个人会当来食会饱呢？其实伫约翰福音当中，嘛有记载这段经文。其实这个5块饼2尾鱼，这个新约是唯独一个。伫4个福音书当中，拢有记载耶稣所行的新约。为什么拢有记载这个新约呢？我唔知影为什么4个福音书的作者拢会特别记载，但是这代表讲一定有这个特别的意义伫当中，就是上帝要借着耶稣要借着这个新约，要来互人看到，要来互人明白上帝国的丰盛。耶稣伫当中，伊就看见遮尔济个人，伊就对门徒当中诶其中一个腓力，就问伊讲：咱会当对倒位会当买饼叫遮尔济个人来食呢？耶稣问伊即个话，经文当中甲人讲，伊讲即个话其实是要安那？要试验即个腓力，要试验即个腓力，要甲伊安那考试啦，要互伊一个考试。但是经文嘛甲人讲，伊家己原知影要安怎行。耶稣伊家己是知影即个问题答案的，但是伊无先讲出来，伊要先互门徒来找看卖，来试看卖，讲哦，即个题目互你，你会当怎样来做？耶稣要试验门徒什么呢？门徒会当感受到，会当明白耶稣出即个考题背后的意义吗？今仔日咱就是要做伙，要用料理来讲故事。要用料理来看耶稣伫这顿料理当中，伊背后要带出什么款的故事？今仔日咱所分享的经文，就是记载的马太福音14章的经文。伫当中经文讲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对遐里渡，家己退到去野地遐去。耶稣听见，伊听见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伫这段经文进前。捌发生什么代志，咱就爱来了解。马太福音第14章一开始是讲到加西利约翰，伊伫当中互希律王掠去关，掠去关了后呢，希律王就一个即个宴席当中，伊就伫当中呢举办一个宴席，后来呢，伊就想讲吼要有一个娱性节目。结果呢，这个娱性节目呢，伊的查囝呢就讲哦，我想要安那，我想要这个约翰的头，我想要这个约翰的头壳。原本希律王伊可能无想要杀死约翰，
但是伊已经讲出即个话啊。后来呢，伊就只好就照着，因为伊是王，伊有即个权柄，敢若伊有即个权柄，所以伊就真正去叫人甲约翰抬死。后来就将伊的头放伫即个劈仔顶面。后来伫当中，即个代志就传到伫其他所有的所在，甚至是耶稣嘛听到啊。当咱会当来想看觅，当耶稣听见约翰和希律王来抬死的时阵，伊会有啥物款的想法呢？咱可能无一定知影耶稣有啥物款的想法，咱会当想看觅，咱若是军队耶稣的人，咱若听到哦，即阵希律王甲约翰抬死啊，咱一定感觉安那？咱感觉安尼，后来就安那，就轮到咱安尼，后来就轮到咱安尼。伊即马抬死的是约翰，后来可能要抬死的就是耶稣。安尼，咱军队耶稣的人可能拢有危险。但是呢，耶稣即个时阵，伊选择安那，伊离开即个城市。伊讲，伊上船，伊就离开即个城市，伊就家己退到到即个野地退到即个旷野当中，远离即个城市。其实虽然经文讲伊是家己退到旷野，但是其实可能伊有带伊的门徒做伙。但是呢，伊家己退到旷野去的时阵，经文佫继续讲，众人听见，众人就是遐个原本毋是耶稣的门徒，但是安那拢咧军队耶稣，拢咧爱听耶稣讲道的人，伊就听见讲哦，耶稣要离开城市，要到伫旷野，伊嘛安那，伊嘛对耶稣去。耶稣坐船，因就安那，因就用行路，伊嘛用行路的时阵，伊就行去。后来耶稣出来，看见有真侪人。就怜悯因，治好了因遮的病人。表面上看起来，耶稣可能退到旷野是为着安那，为着要避风头啊，就是为着讲哦，即马可能伫城内面可能有真紧张啦，咱无搁再继续踮伫城的内面，安尼伤危险嘛，所以就到伫旷野当中。但是咱会当来想看觅，若是耶稣真正是要安那？若是耶稣真正是要闪避即个希律王，要来甲伊抬死，为什么耶稣看到这5000个人组织要来军队伊的时阵，耶稣无讲哦，你莫军队我，即马足危险，你先转去，你莫军队我后，你若来大家人拢知影我伫遮，安尼嘛无路用。耶稣无安尼做呢，耶稣无甲因讲叫因转去，颠倒是安那，颠倒是伫因当中。耶稣怜悯因，就安那，就行神力来医治人，来帮助遮个有需要的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耶稣毋是去密起来？为什么耶稣看起来感觉伊是要密起来，但是伊阁去做这件代志，是互人感觉讲伊哪会安尼做？伊哪会遮尔招摇啦？哪会遮尔互人想要互人看见安尼共款？其实耶稣的目的，就是咱一开始所讲的，因为耶稣要互门徒一个考试，因为耶稣要互门徒一个考试，而这个考试的场地呢，就是要伫这个旷野，会当有遮尔侪人组织在这个空间当中。当然耶稣安尼做，伊的目的嘛是共款，伊要开始搁较紧来训练伊的门徒，因为伊知影，当即个约翰互希律王抬死的时阵，就代表讲，其实后来就要轮到耶稣啊。伊要上十字架的时阵，就愈来愈近嘛。但是耶稣知影，伊的时阵到什么时阵，所以伊游玩伫当中，伊就开始搁较紧开始要来训练伊的门徒，伊就互因有即个考试。所以后来15节开始讲到。天要暗的时阵，门徒就来到伫耶稣面前，就讲：伫遮是旷野，时候已经过啊，请叫众人散开，请叫众人散开，因通好往即个村仔内面要来家己要食的。伫当中因为即场聚会众人拢一直是咧听耶稣讲道，
一直咧互耶稣来医治遮个病人，一直到暗时啊吼，拢还袂散去。所以呢，暗时啊已经要到暗时啊，要食暗顿的时阵啊，迄阵吼伫外口吼无迄个路灯啦，无迄个电火啦，所以若是暗时吼，其实外口是暗暝蒙的。敢若是有月娘会当照，会当较有光，啊无吼，就是真正暗暝蒙。大家吼，遮5,000个人要转去到伫城的内面，其实嘛无方便。所以即个门徒就来建议耶稣讲安那，建议耶稣讲，即马吼时候已经过啊。啥物款的时候呢？就是安那，耶稣你安那，耶稣你即个聚会时间已经到啊啦，你会面的时间吼已经到啊，你莫阁继续叫众人吼，拢踮伫遮，你爱叫因转去，你莫阁互因伫遮，啊无吼伫遮无物件互因食，无物件互因食。对门徒来讲，对耶稣甲伊的门徒来讲，即场聚会是安那？是临时加开的聚会，这毋是因有定讲哦，阮要伫遮办即个聚会哦，这是安那？这是因临时。加开的一个聚会，因为众人来跟对耶稣，耶稣看见，就临时来帮衬伊。所以因事先并无安那，并无准备即个爱餐呐，并无准备讲哦，今仔日吼，咱聚会散吼，咱会当做伙来食啥物，拢无呢。因着拢阁是伫抗疫当中，所以一时间呢嘛无法度去买遮尔济物件，会当来互大家食。所以对门徒的角度来看，叫众人散去，看起来是真非常合情合理的安排。但是耶稣毋是安尼想，耶稣讲的话是啥物呢？耶稣讲：毋免因去，恁互因食吧；毋免因去，恁互因食吧。伫今仔日咱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，耶稣讲过2句话。耶稣对门徒有2件吩咐因做的代志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耶稣叫门徒爱去找物件来互众人食。哦，这看起来是一个真无可能的任务，就是安那？为什么？哪有可能会当伫旷野当中会当找到啥物物件会当食，佮会当互5,000个人，甚至是1万个人会当食会饱呢？这是耶稣互门徒的课题，就是爱做出一个会当互5,000个人会当食会饱的料理。当然，门徒并毋是啥物款的遮的大厨，所以耶稣嘛无真正叫因讲你会当做出啥物款真互人惊奇的遮的菜单。但是伫即个课题背后，其实有耶稣爱门徒学习的代志。其实有耶稣爱门徒学习的代志，学习啥物呢？其实伫咱读拄仔的经文当中有读到，每一段伫圣经当中记载5块饼2尾鱼即个经文内面，拢有记载即段经文，就是耶稣出来，就耶稣看见这真济个人，就安那，就怜悯因，就怜悯因。马可福音特别佫讲到，耶稣怜悯因，就因为因安那。亲像羊无有无人共款，耶稣怜悯遮个人，因为遮个人安那，就亲像羊，但是安那无有一个牧人会当安那，会当摕物件互羊来食，会当甲羊赶到伫草地，互因会当食遮个草。所以伫这当中，耶稣看到遮个人，因着怜悯因。怜悯因是啥物款的意思？怜悯的意思就是安那，看见遮个人的需要，就想要帮助因；看见遮个人伫因的身体上有需要，伫因的心内面有需要，耶稣就想要来帮助因，互因无论是身体，无论是心灵，拢得到帮助。耶稣伫因当中来讲道，互因的心灵得到帮助。但是呢，嘛爱互因的身体嘛爱得到帮助。要怎样来做呢？就是叫伊的门徒会当去敲找遮个，会当去找到遮个食物，会当互因来食。耶稣为什么无爱叫众人，无爱互门徒叫众人散去呢？是因为伊伫当中要互门徒学习的，就是学习
耶稣对正人的怜悯，要学习耶稣对正人的怜悯。怜悯是耶稣服侍的核心，因为耶稣来到伫世间，就是为着世间人的需要，伊要来帮助遮的人。为着世间人的需要，伊要来引带人明白即个有丰盛稳定的主上帝。所以耶稣来到伫世间，伊嘛引带伊的门徒伫当中，同齐来学习即个怜悯的功课，吩咐因去想办法，互正人食。头前咱讲过，约翰福音讲，耶稣其实嘛知家己本来就知影要安怎做，但是伊毋是马上就讲我要安怎做，请门徒来配合。耶稣是先叫门徒去想办法，后来呢，透过即个考试，才会当互门徒去学习即个重要的功课。咱来重新整理一摆，对头开始讲到耶稣听见，耶稣甲门徒听见即个约翰，互人抬，互希律王来抬死。后来因就退到伫旷野去，想要办一场真安静的退休会。但是呢，伫这当中发现有5000个人，因为耶稣的名，就来组织来跟对伊，拢是想要来听耶稣来讲道的。伫这个时阵，耶稣吩咐门徒去做的，毋是叫正人散去，乃是叫互爱叫门徒去，互这5000个人拢会当食暗顿。这一顿暗顿，代表了耶稣对正人的怜悯，伊愿意满足每一个较无军队伊的人，伊愿意满足每一个较无军队伊的人。这其实就亲像耶稣伫马太福音第5章当中，天国八福当中所讲的：枵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因要得到饱足。这是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的价值观当中的一个。枵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因要得到饱足。因为因要得到饱足。上帝赐福，上帝赐福，要互遮个信无上帝真理、信无上帝义的人，会当伫当中来得到完全的饱足。因为咱对耶稣有一个渴慕，上帝就会养饲阮，上帝就会养饲咱，上帝就会互咱伫伊的真理内面得到完全丰盛的稳定。特别耶稣要借着这个机会，要来用正人来显明一件代志。当希律王即马透过这个暴力甲惊吓，要来掌控这个百姓的时阵，耶稣的服侍是完全倒并。耶稣要用疼甲怜悯来安慰人的心，来吸引人的心，要来显明上帝国的价值观甲这个世界无共款。上帝国的价值观甲这个世界无共款。耶稣所传天国的福音是满有慈爱甲怜悯的国，是互正人会当伫这个国当中是得到满足、得到饱足、得到上帝的慈爱甲怜悯的。这顿暗顿有耶稣互这个暗顿真重要的意义，互门徒学习一件代志。门徒一切侍奉的起点，拢是因为安那要回应耶稣对世间人的怜悯，拢是因为要回应耶稣对世间人的怜悯。这顿暗顿是耶稣互门徒的课题，嘛互门徒伫当中要来学习。恁互因食吧，恁互因食吧。耶稣借着这个考试，互门徒看见这个正人的需要，并且效法耶稣对正人的怜悯，就愿意起来，用行动来回应耶稣的呼召。这是耶稣互门徒的考试的一部分，要互门徒学习。恁互因食吧，恁互因食吧。第二个部分，咱要来看门徒
来找耶稣讲安那，讲阮嘛想要互因食，但是安那，但是阮遮的物件无够因食，阮遮的物件无够因食，阮所找到的敢若有安那5块饼、2尾鱼，遮的物件是要怎样会当互5000个人食会饱呢？当耶稣吩咐门徒去想办法找物件来互众人食的时阵，这可能已经是门徒已经尽可能会尽因所会当做的去找到遮的食物啊。但是伫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，特别嘛讲到，这5块饼2尾鱼是安那，是一个细汉囡仔伊的便当，伊炸出便当来，伊可能安那想讲哦，这是我今仔日出来到伫旷野听耶稣讲道，我要伫遮食的便当，但是安那伊就摕出来，这代表这5块饼2尾鱼可能干那呐，干那会当互即个细汉囡仔食会饱，也是互伊的厝邻的人食会饱安尼尔。莫讲是5000个人啊，可能5个人拢无一定食会饱呢。当然，可能伫在场有其他的人有炸便当，但是干那有即个细汉囡仔愿意摕出来分享。无论安那，这拢伫耶稣的计划内面。这一切拢伫耶稣的计划内面。当门徒拢已经尽力要来完成耶稣交付因的任务的时阵，刷落来就是交付耶稣，刷落来就是交付耶稣。伫这当中，咱毋知影门徒用偌济时间要来找到遮的食物，但是门徒找到敢若安尼，但是刷落来就是耶稣要来做代志的时阵，刷落来就是耶稣要来做代志的时阵，耶稣继续讲：摕过来互我，摕过来互我。这是伫这段经文当中，耶稣吩咐门徒做的第2件代志。我特别伫周报顶面的经文当中有用这个粗体字，就是耶稣伫当中讲的2句话。讲的2句话当中，第1句话讲：恁互因食吧。第2句话讲到：摕过来互我。耶稣吩咐门徒这2件代志。第2个，爱门徒将这食物摕来互耶稣，互伊会当行神力。这一句真简单的吩咐，但是互门徒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，就是耶稣毋是爱恁家己去面对这个困难。耶稣毋是爱恁家己去面对这个困难。这是啥物意思呢？耶稣虽然互门徒这个考试，但是耶稣互门徒这个考试的时阵，伊无甲门徒讲安那，恁家己想办法。其实耶稣互门徒这个考试，伊嘛开放互门徒会当安那，你会当来找我，我会当来帮助恁，因为恁所面对的困难，毋是恁家己的困难，我甲恁做伙，我甲恁做伙。当头前咱看到耶稣吩咐门徒找物件互因食的时阵，因拢是咧想讲，哦，咱会当去找啥物物件食，会当去买饼吗？会当去买啥物物件吗？安尼有够吗？因拢甲耶稣互因的即个考试当作是安那？我想要找到一个真完美的答案，我想要找到一个真完美的答案的考试。啥物是真完美的答案？就是讲吼，哦，耶稣出即个考题吼，可能敢若有一种解法，敢若有一种解法，我就是要来找讲，啥物解法吼是上重要的，因就开始咧做啥物款的试验，讲哦，我想要去做啥物款的方式要来做。但是伫即个世间，敢若真正所有的问题，敢若真正有一种解法吗？其实无一定哦。咱来看，伫网络上吼，定定有会出现。咱咧看即个广告的时阵吼，定定会看到一寡人咧分享遮个代志吼。来，咱来看即个数学式讲安那，定定会讲到移动一根火柴让算式成立。嘿，啊来大家来试看卖嘿。啊，原本即个火柴9+5等于2嘛。
嘿，安尼要安怎会当移动一根火柴互即个算是会当成立？哦，咱真侪人着看到即个题目，着开始咧想讲，哦，我要来吼，我可能吼会想讲，伊个后壁会特别讲到，若解出来吼，全世界敢若一拍的人会当解出来尔呐，就是哦，伊敢若上巧的人会当解出来安尼尔，但是其实无一定是安尼啦。这敢若真正敢若有一种解法嘛，来有人有答案嘛无？好，刚分享要来讲吼，嘿，哦，移到，哦，安尼有巧无？哦，9减5不等于2，嘿对，嘿，这嘛真巧，嘿对，有一寡人有咧分享啊，嘿，我分享嘿，其实有真侪解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讲安那，有人吼甲即支火柴吼放伫遮啦，摕过来放伫遮，啊着遮着变一个减号，着-3加5等于2，嘿，哦，安尼有巧无？啊，第二个嘿，着亲像刚分享他拄仔讲的，啊嘛，这嘛共款的，当即支火柴摕来遮嘛是共款，3加5不等于2，也是刚分享讲的，9减5不等于2，安尼拢共款嘿，这拢是安那？这拢是当人想要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的时阵，其实安那无一定所有的题目拢有完美的答案哦。咱搁用另外一个题目来看卖吼，即个题目就是安那，好，遮有9个点，然后讲安那，即个题目就是要用一笔画画4条线，会当穿过这所有的点，画4条线，4条，敢若4条线尔。一笔画哦，一笔画就是袂当停笔，搁去甲伊，搁对头开始，就是爱安那，爱一笔画去甲伊连起来，会当画4条线，会当穿过这9个点，好，会有人要试看卖无？一笔画会当穿过这9个点。真侪人咧看到即个题目的时阵，都一直咧试讲哦，我要安那，我要用直线啦，用斜线啦，用虾米款？但是一直拢试袂出来。好，有人有答案无？哦，慧芬姐来。你讲安那？1、2、3、4这样哦。啊，安尼边仔2个点无呢？好，我来甲大家分享一种答案，一个解法。这个解法是啥物呢？就是安那，好，你会当去安那捅出去，你的线会当捅出去。你若捅出去，安尼，就安那。这4条线是连做伙，无一笔画无分开，但是会当安那。真侪人就想着咧看即个图的时阵，就无去想到讲哦，原来会当捅出去哦。伊就无去想到，因为安那，伊就看到这个点，伊就去互这个点限制啊。伊就讲哦，我就是要来，干那会当连到这个点，啊，就袂当出去。但是其实安那，其实题目的规定无规定讲哦，这袂当捅出去。搁有另外一个人有一个搁较厉害的解法，啥物款的解法呢？伊画安尼哦，这个线画了搁较长啊，但是安那。这个点有较大，所以点会当穿到伫遮，啊，搁穿到伫遮，就安尼哦。这嘛四条，这敢若3条线呢，就会当安那，就会当连做伙安尼。哦，好，这拢是咧讲啥呢？这拢是咧讲，其实耶稣互门徒的这个耶稣互门徒这个课题，毋是爱互因安那想出一个真完美的答案。因为耶稣敢若叫耶稣后来叫因一件代志，讲安那摕过来互我，摕过来互我。耶稣讲，其实伊家己就是迄个上完美的答案。耶稣伊家己就是迄个上完美的答案。咱会当将即个题目想做是安那？耶稣互门徒的题目想做是安那？你要安那会当用一笔画，会当安那，会当将5000个点连起来，
将5千个点连起来。其实嘛是共款，就是透过耶稣，透过耶稣，透过耶稣会当将咱就会当想做，这每一个点拢是一个人，但是安那，但是外口遮所有白色的空间，拢是耶稣，拢是耶稣。所以咱只要透过耶稣，咱就会当将所有的点，无论你是5000个、10000个，所有的点拢会当甲伊连起来。这是咱伫当中，咱会当来学习的代志。伫咱服侍的过程当中，咱可能嘛定定会受到即个外在环境的限制，咱就一直感觉讲，咱的服侍吼，就只有安尼无够啦，无有迄个袂当啦，就一直咧想讲吼，即个环境来限制讲我安尼袂当做，我安尼无法度做。但是安那，其实咱一直拢咧敲找一个，咱家己掠做是上完美的答案。但是耶稣讲，毋是。咱的上帝是一个真有创意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一位真有创意的上帝。伊要帮助咱会当跳脱这个框架来思考咱所面对的问题，就亲像这个线会当通出去同款，咱就会发现讲，原来耶稣伊家己就是迄个上完美的答案。咱无论有啥物对啥物款的问题，有啥物款的解法，其实安那，咱的解法就是安那，咱就会当做一件代志，就是咱只要来敲找耶稣，并且摕过来互伊，摕过来互伊，就亲像耶稣所讲的：恁找到啥物，无论你找到啥物，摕过来互我。恁已经努力去敲找这所有的物件，你摕过来互我。我会帮助恁来成就，所以这同款的道理，就是咱以后无论面对什么款的问题，咱应该爱先敲找答案，就是耶稣伫倒位呢？咱要怎样将咱所努力的会当交托伫耶稣的手中，互耶稣伫当中来成就伊美好的恩典呢？对安尼，阮。耶稣就吩咐众人坐伫草地顶，伊就提起这5块饼、2尾鱼，伊就看到天来祝福，伊就掰开饼，摕互门徒，门徒搁摕互众人。伫遮，即个耶稣伫遮分即个5块饼、2尾鱼，即个情景呢，耶稣是用一个真正式的这个形式，就是亲像当时代的人咧食暗顿的时阵，会有因的即个。用餐礼仪啊，用餐礼仪就是一家人做伙食暗顿的时阵，就安尼，就一家之主吼，就会当摕起饼来，就伫上帝面前，就摕起来，就祝谢了，就掰开，祝谢了，就掰开。这个祝谢呢，其实就是安那，就是亲像咱今仔日这谢饭祷告啦，就是安那，伊就向上帝感恩、祈祷、求上帝祝福，咱的啉食。安尼，咱就掰开，就分互众人。这是一个真正式的，伫当时真正式的这个用餐礼仪，就亲像咱伫即个耶稣的最后的暗顿的情景共款，要互人，互当时代的人经历原来这看起来当时真平凡的用餐的情景当中，其实就是安那，其实就是耶稣的心灵咧发生的情景。当咱因咧经历即个真平凡的用餐的情景的时阵，其实就是耶稣的心灵咧发生的情景。因就伫当中一直分，一直分，就毋知安那为什么一直分，就一直拢有饼会当摕，一直分，一直分，就一直安那掰开。原本可能摕起饼来，门徒一开始分的时阵吼，惊无够食，摕一丝丝啊先互你食食，先互你食食，后来一直分的时阵，安那一直拢有，就开始咱啊愈掰愈大份，就开始互所有的人拢食会饱。伫这当中，咱会当看起来，就是因拢食，并且安那拢食饱，因拢食，并且拢食饱，遮剩落来的物件，佫会当堆满了12个篮，
这的人，除了妇女甲囡仔，拢总大约有5000个人。耶稣互所有的人拢食会饱，并且阁有剩，伊的恩典真正是超过咱所求所想。这款的情景会互以色列人想起什么人呢？会互以色列人想起什么人呢？就是过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、过旷野的迄位摩西。上帝捌应允讲，伫申命记当中捌应允讲，上帝伫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，亲像摩西共款。要兴起一位先知，亲像摩西共款。耶稣就是来要来成就这个应允，并且伊毋是干那真做一个先知，伊要真做世间人的救主。伊要真做世间人的救主。即摆的情景，就互以色列人想着讲，亲像当年以色列人伫旷野，因无物件通食的时阵，因来敲找摩西，求摩西会当来求上帝帮助因。后来摩西就真正求上帝帮助，后来就安那对天顶降落吗哪，互以色列人伫旷野当中每一天毋免惊，咱因要食啥物？因为安那，因为上帝一定会互因得到帮助，上帝一定会互因得到帮助。耶稣即时所显明的情景，就亲像摩西当时伫旷野共款。摩西当时毋是干那510000个人哦，摩西当时要互以色列人所有的人，讲安那60万个人，互遮个人拢会当伫当中得到帮助。咱感谢上帝，上帝真正是满有恩典、恩典慈爱的主。我要来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这个人呢，叫做 George Mueller， 伊是一个伊出世伫德国，但是呢，伊伫英国，伊后来伫英国成做一个宣教师。伊伫当中呢，伫19世纪的时阵，伊伫英国这个布里斯托开办这个孤儿院，伊一生照顾的孤儿遮的总数超过1万个人。这个穆勒呢，伊开办这个孤儿院吼，伊的原则是啥物呢？伊讲吼，伊的原则就是安那，伊从来无去人讲哦，求你安那捐钱，互阮的孤儿院，伊无安尼做。伊嘛无去甲任何遮个孤儿院的需要去甲外口的人讲，伊嘛拢无去甲别人借钱，伊只做一件代志，就是向上帝祈祷，向上帝祈祷。但是每一届，伊的上帝互因的帮助，拢是真及时的帮助，帮助拢是伫因上需要的时阵，就伫逐个所在，就有真正。上帝安排对人来讲叫做巧合啊，但是安那对因来讲，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无有一届，互遮个孤儿会感觉讲哦，我枵着无物件通食。下面我用一个真短的影片，要来甲大家分享伊的故事。好，咱来放一个影片。好，月准你直接放就好。对，好。穆勒的祷告。1836年，他在海港布里斯托租下房子，开始做工。之后，陆续创办了5所孤儿院，先后养育了超过10万多名孤儿。有一个晚上，负责伙食的弟兄忧心地告诉他说：“明天的早餐没有一点食物可以吃了。”穆勒就请这位弟兄和他一起跪下祷告。隔天早晨，虽然没有早餐，他仍吩咐人将所有的餐具摆好，孩子们都一一就座，并惊讶地看着穆勒，因为他对着空空的杯和碟做了谢饭的祷告。祷告之后，门铃响了，一辆装满新鲜面包的车子停在门口。原来有一家面包店因工厂临时大罢工，
老板不晓得如何处理这些已做好的面包，就差人整车送了过来。过了不久后，又有人按门铃，这次是一辆满载鲜奶的车子。原来车子在孤儿院附近抛锚，一直都修不好。老板决定将一车牛奶送给孤儿院，免得坏掉。穆勒的一生从32岁起，直到93岁为止，60多年的时间都在孤儿院里。他只有一句话：这个孤儿院乃是属于神的，他必将所需用的赐给我们。甘心乐意的捐款总是不断的涌入，没有片时让这些孩子饿着，甚至有余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咱会当看到，就亲像耶稣所讲的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摕过来，互我，摕过来，互我。”这个穆勒伊所做的代志，伊毋是去想讲，伊要亲像这个门徒共款去想讲，我要伫倒位会当买这个物件来食，我会当伫倒位会当互这所有的人食会饱。伊敢若想。大生伊先想到一件代志，就是安那，伊先来找耶稣，伊就先来耶稣来祈祷。当然，这毋是讲咱着卖努力，咱着来祈祷耶稣就好啊。但是咱应该爱安那，将祈祷放伫咱的上头前，将祈祷放伫咱的上头前，先来敲找耶稣，先来求耶稣来帮咱。来引带咱，因为伫咱的活命当中，咱会当对门徒的考试当中，咱就会当经历这件代志。对无够变者有剩，这个秘诀，就是咱会当献上并信靠耶稣的带领。咱会当献上并且信靠耶稣的带领。献上是献上什么呢？献上咱所拥有的。咱已经有的，咱就献给耶稣，让耶稣来路用。咱就相信耶稣的带领，一定会将咱所有的，会当成做其他所有的人的祝福。这顿暗顿，让门徒学习这件代志。耶稣这句吩咐，摕过来给我，摕过来给我。这句吩咐，让门徒伫当中经历。耶稣一定会为咱备办教业的稳定，甚至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。这顿暗顿，毋是干那是食米的供应，佫是耶稣教导门徒要怎样回应上帝的使命，学习互家己成做上帝祝福的管道，互将上帝的稳定传互所有较无超出伊的人。将上帝稳定传予所有较无超出伊的人。耶稣借着这顿暗顿，要互门徒学习，成做上帝祝福的使者，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最后，咱用一句经文来做结束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牛。”这段经文嘛。伫约翰福音第6章的经文，其实嘛是伫约翰福音当伊记载5块饼2尾鱼这个故事了后，伊阁继续伫当中要来分享这个话。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，伊是讲到伊咧勉励这个军队伊的人讲安那，卖虽然恁来军队我是因为安那，看起来是因为安那，是因为我有物件互恁食。但是其实，恁莫安那，恁莫为着即个会有害食物来努力，你爱为着安那会当遵照永远的食物来努力。什么是遵照永远的食物？耶稣讲，我就是迄个活命的牛。恁所爱追求的，就是迄个活命的牛。所以耶稣伫当中，伊就引带。互门徒伫当中，互
这个军队伊的人伫当中认捌，原来耶稣伫当中所做的代志，毋是干那要互因有物件通食尔。耶稣阁要互因领受着、经历着伫因心灵内面真正的满足，互因心内面真正得到完全的平安，因为因超找着这位救主，因活命的救主。门徒的使命，就是要来甲人带入来到伫即个属天的国度，透过物质需要的满足，互人认捌伫即个背后掌权的上帝，后来就会得到真正袂朽坏，会当存到永远的食物，会当存到永远的食物。咱就爱回应耶稣这两个吩咐。耶稣讲：“恁互因食吧。”耶稣讲：“恁摕过来互我。”伫遮，我要鼓励所有咱亲爱兄弟姊妹，将咱家己所有的五块饼、两尾鱼，无论咱拥有的有偌济，也是偌少，将咱所有的交托伫上帝的手中。咱相信耶稣会透过咱所献上的，会当来行出迄个祝福众人的心力。咱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会当学习将咱所拥有的交托伫上帝的手中，将咱所有的资源甲稳定转化做祝福其他人的工具，要互人因为咱的服侍，因为咱所献上的，会当经历天国福音是真正真实伫即个地上来显明。耶稣基督伫即个地上传天国的福音，毋是干那传未来的代志。耶稣所要传的是即马，是现在，是互所有的人，要伫因的活命当中经历上帝奇妙的稳定，经历上帝完全的救赎。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有即个心志，回应耶稣的吩咐，借着即顿暗顿的教导，咱会当来回应耶稣基督引带咱进入到伫丰盛的稳定当中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丰盛，因为你的听从，你互阮每一个军队你的人拢无夭掉，你互阮每一个军队你的人拢伫阮的活命当中得到完全的帮助。所以，阮就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要来求你继续引带阮、带领阮。虽然有时阵伫阮服侍当中有拄到一寡困难，是阮感觉讲，阮毋知影要安怎样来做，阮毋知影安怎做才是上好的。但是上帝，你已经甲阮讲，即个答案，就是要来超找你。你已经甲阮讲，即个答案，就是将阮所有的摕过来互你。主啊，求你，你着将阮所有的成做你赐予的工具、赐予的管道，会当去透过阮的服侍，去帮助着真侪有需要的人。我感谢你，你过去伫阮的教会当中，引带阮、带领阮，互阮伫社区的据点当中有美好的服侍，互阮伫圣安圣教会开拓有真美好的服侍，互阮伫当中帮助着真侪真正有需要的人，互阮伫当中看到真侪人透过阮的服侍，认捌这位永远的主上帝，领受到这个永远的粮食、活命的粮。主啊，求你更较侪显明你的大能力，互阮的服侍更较侪显明出你上帝国的权能。愿你亲自引带带领阮，互阮未来的日子更较侪
会当借着上帝你的带领，行出一个过一个新路。愿你亲自引带阮的道路。愿感谢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好，咱感谢主，今仔日伫咱当中有新来兄弟姊妹，甲咱做伙来做礼拜。咱来欢迎吴三明弟兄他们的一家哈，吴三明、陈信芳还有吴廷慈3位一家人，好，是齐胜介绍来的，我们欢迎他们一起来，今天一起的来跟我们来敬拜上帝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请咱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。感谢主，愿上帝伫新的一年当中继续引带咱，互咱会当伫每一礼拜，咱拢会当真欢喜来到伫主的面前，甲咱所亲爱的教会、遮的属灵的兄弟姊妹做伙彼此来服侍、来敬拜。这时，咱要伫主的面前，同心要来奉献。奉献是咱对主稳定的回应。就亲像这个细汉囡仔，将伊的便当5块饼、2尾鱼摕出来，交托伫耶稣的手中，因为伊相信，伊所献上的会当成做真侪人的祝福。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将咱所拥有的献上伫上帝的手中，互上帝会当录用咱所献上的金钱。成做真侪人的祝福，请咱同齐起立，咱做伙伫诗歌当中，咱同心来敬拜，咱同心来奉献。伫望求主因带帮赞，到达经过拢平安。我心亲心耶稣稳定，毋惊将来的试炼。被上帝主爱奉承，人民保护永无停，前面所有一切挂虑，完全交托我救主。有时乱着主就看顾，存一生就来辅助。所以我心时刻感谢，得到耶稣就到呀。无论生活的大城市，也是稀微的乡里，欢喜顺服天父命令，我已对主向前行。耶稣要再来，应该警醒上等待。世间路程可无偌久，就会看见我稳住。受伊体接升到天国，满有荣耀嘅安乐，欢欢喜喜甲主行去，永远享受大福气。我的主，愿你来，和平君王愿你来，尊贵和平的君王，请听是我的全愿。我的全王愿你来，和平君王愿你来，尊贵和平的君王，请听心有在唱歌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天父上帝照着伊丰盛的慈爱，将伊应允。各样的恩典赏赐予你，
互你经历伫主内面的丰盛，属灵的活命嘛更较强盛。愿主耶稣基督亲自陪伴你行人生的道路，伫你软弱的时阵，成做你的力量，互你的活命刚强。伫面对困难的时阵，犹原心中大有盼望。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回应上帝神圣的呼召，佮加添互你每一天有甲主同行的动力，互你伫未来人生当中，伫上帝手中，拢要成做荣耀的见证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灵的感动甲引带，定定甲你三个同在，特别要甲你厝里的人三个同在，对答直到永永远远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。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